宜兰的县议员发现讲，劳动运动公园有一个查甫人断死公园屋内的日头鸭，这民众佮讲伊只是好耍尔尔。县政府农业处是表示讲，这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，上最是当罚30万。下去捡起来，啊！关关受气爱查甫人捡倒伫湖边，已经强要无开的头鸭，原因是这个查甫人用胶皮拉射击，造成头鸭死亡。关关看到真受气。你看现在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少，以前也有天鹅，还有鹅、鸭子，可是现在每天我在那边看，好像数量会越来越少。劳动运动公园内的风明湖生态丰富，有日头鸭、鹅、龟甲五角鱼等生物生态。议员批评民众用胶皮拉射击日头鸭，根本就是垃圾行为。若无组织管理屋内的鸭、鹅等生物已经愈来愈少，更加呼吁大家，若看到类似行为，同齐来阻止，守护美好环境。唔好，安怎讲？我感觉安尼伤害伊嘛会疼，你家己嘛无好。另外，方射击的日头鸭管理单位接到通报，是前方处理，将鸭送往东势部防救所，不过已经明显死亡。如果针对一般的野生动物的话，它猎捕的话会违反到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第49条，它可能会有6到30万的罚款。县政府讲，日头鸭虽然不是保育类动物，也不过查某人行为，若查证属实，涉及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会当罚6至30万罚款。管理公园的体育场表示，会加强公园巡逻，未来也毋望会当建立科技执法来防范类似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